無論喺泰國定係香港，四面神都十分之多信眾，原因只有一個，靚。而四面神亦都掌管咗人間嘅事業、愛情、財運、健康，可謂有求必應。如果你認識四面神，就一定認識龍普度屈實嘅師傅係加持四面神嘅名師之一。而我今日手上面呢兩件係師傅所加持嘅王者聖粉四面神。呢兩件分別係第一期2517同埋第二期2519嘅四面神。咩係王者聖粉？王者聖粉係師傅用粉筆喺黑板上邊寫經文邊誦經，然後擦咗再寫，不斷重複，再將呢啲粉筆灰一點一點咁收集落嚟製作而成嘅，可見師傅加持嘅用心。而呢兩件喺泰國亦係十分之流行嘅四面神聖物之一。而你最想實現嘅又係咩願望？留言話我知。我係阿古，如果有咩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